台湾有一位音乐学者李德荣，在1960年代入去部落收集原住民音乐，也别益真侪古典音乐发表在音乐本地，真做咱台湾人了解世界音乐的重要管道。公司要含这纪录片团队来合作，拍纪录片《独奏者之舞》，就是咧讲李德荣故事。既定歌谣。这次赛写101个歌谣，是台湾音乐学者李德阳在生的时加入原住民部落亲身收录音乐的过程。李德阳的老爸伫白色恐怖时期，互人枪决，尾仔李德阳嘛，互人替下开始自学，世界收集台湾各地音乐。大公司有甲李德阳的故事翕做纪录片《独奏者之舞》，伫拜二办报上会，现场李德阳的母校台北教育大学校长嘛，甲毕业证书交予李德阳的牵手，表示对受难者的安慰甲补偿。我们希望在白色恐怖时期受到枪决，或是服刑，或是受到政治暴力而无法完成学业的北师的学长姐，我们希望透过名誉回复仪式来颁发荣誉毕业证书。这个要沉淀这个东西这个历史性的东西要相当的。相当一个过程了，人生就是这样子。李德阳虽然无完成学业，不过伊收集侪原住民的音乐，嘛编译大量的古典音乐，发表伫音乐本地，加做台湾乐迷接触世界音乐的重要管道。那李德阳的后生就是纪录片的导演，伊讲会翕纪录片是希望甲老爸留落来音乐档案文献好好保存落来。父亲的档案文献，然后再看那个时候的政治环境，还有那个时候的他所遭受到的对待，然后他怎么样去用他自己的力量去帮台湾音乐史做一些记录，然后这些记录又怎么被遗忘，然后现在又怎么被我们挖起来？纪录片拍算伫6月11日，伫公司首播，卖放起哩公司 Plus， 透过整理李德阳的录音档案，手稿等等，希望呈现过去甲汉地有人记忆的台湾音乐史。记者郭金勇、林孝凯台北报道。